气有一点凉，哎，你们但不要让他觉得有冷的时候哦，好不好？好不好？可以吗？可以吗？就要交给你们喽。好，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日台之星音乐圣诞市集第1位即将要登场的，就是我们的金曲歌王许富凯，掌声欢迎！谢谢，好久不见。圣诞快乐！哇，你手好温暖。是，耶！再来第1首歌，比较温暖一点的歌哈，有点冷，你就会送给大家，爱心要比起来哦。阵阵风吹啊吹来淡薄仔寒，不知遥远的伊敢有加他山。今夜的年星，你一定知影，痴情人思无的心情，又若是三更半暝的暗暝，梦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不惊月娘笑阮这呢痴。爱你的心袂停止，谢谢你的暖暖包，谢谢。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被，为你我做冬天的彼白花，惊你受风吹，惊你冷冷规暝，因为你是我的一切。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被，日夜夜为你来浇花，一份爱的代价，爱你今生今世，你是我最爱的宝贝。谢谢你们，谢谢。哇，大家都知道要比什么动作了哦。那我们再一次哦，你是我最爱的宝贝，大声一点哦，好不好？谢谢你们，穿短一点，真的很冷。又若是三更半暝的暗暝，梦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不惊月娘笑阮这呢痴。爱你的心袂停止，双手借我啊！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被，为你我做冬天的彼白花，惊你受风吹，惊你冷冷规暝，因为你是我的一切。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被，日日夜夜为你来浇花，一份爱的代价，爱你今生今世，你是我最爱的宝贝。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被，为你我做冬天的彼白花，惊你受风吹，惊你冷冷规暝，因为你是我的一切。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被，日日夜夜为你来浇花，一份爱的代价，爱你今生今世。全场一起，你是我最爱的宝贝。谢谢你们，给自己一个尖叫声加掌声，谢谢。对，你们啊，遇到好多很熟悉的朋友啊。今天呢，只有一个温度跟现在的状况有一个字可以形容，就是很爽。尤其呢，在我们那个台湾最著名的景观，就是在101旁边唱歌，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你们跟我一起过圣诞节，你们开心吗？开心！谢谢你们。
接下来呢，我想要唱一首比较抒情的歌曲，那也是呢收录在我最新的这张专辑里头的一首主打歌。那原唱呢是二姐将会带来这一首祝福大家圣诞节快乐，谢谢你们，谢谢。市集吗？还没哦，待会可以去。我有好多东西想买。你敢有做着你的春天？花开已经过时，不通我再等你。阮亲像袂开的花蕊，青春已经褪了色，也无人来同情。顺着你的心，爱你的人踮身边照顾你，就予我平平静静一人踮在树雨的旁边。若是寂寞的时会当不想你。祝福大家在未来2022年平安健康，然后呢，希望大家我们一起用念力把这个疫情赶快赶走，好不好？这样我们就可以赶快去日本玩了。有没有想去日本的朋友举一下手，我看一下，谢谢。我们是同温层。花开已经过时，不通搁再等你。阮亲像袂开的花蕊，青春已经褪了色，也无人来同情。若爱你，哪敢怨恨你？就予你平平安安、舒舒康康，顺着你的心。爱你的人踮身边照顾你，就予我平平静静一人踮在树雨的旁边。若是寂寞的时会当不想你，就予你平平安安、舒舒康康，顺着你的心。爱你的人踮身边照顾你，就予我平平静静一人踮在树雨的旁边。若是寂寞的时会当想起你。谢谢，谢谢。现在没有下雨了，对不对？好吧，如果真的待会又下雨，我们把它当作是在下雪了，感觉会比较快乐。对，因为呢，冬季这个时候就是要去日本赏雪、泡温泉。然后，你们有去过日本？你举一下手看一下。哎，让我体龟呢。哦，不错哦。来，你没有去过，下次一定要去，好不好？对。组团。哎呦，我想一下要去哪里？对，我最喜欢的地方呢，就是那个东京不用讲了，那最喜欢就是北方东北那个青森，
去那边赏雪、泡温泉、吃苹果。有去过亲生举一下手，看一下。哦，你们都过得不错吼。好，接下来呢，我要唱的第3首歌呢，这一首歌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今年呢，因为疫情的关系，我相信很多人呢，生活作息都被这个疫情打乱了很多的脚步。对，那希望呢，这一次我接下来要唱的这一首歌呢，在2022年，我们这个疫情赶快过去，不要再来了，好不好？对，那也希望大家真的平安健康，出门一定要戴着口罩。你们今天都很乖，都有戴口罩，嘿，很好。接下来呢，我要唱这一首《放红吹》送给大家，谢谢。风吹袂飞，飞远我的嘴。冷冷的风来讲情话，加一加伊才会收回。一阵雨，一阵风，风吹人甲人孤孤，我的心。可比风吹遐艰苦，风吹过，风吹飞，行你袂走，无人来陪。有情深深，永远藏心内底。放你飞，放风吹，放你飞去无后悔。我的饮酒一杯，放在心肝底。咱的感情哪会一去不回？那冷空气直灌我的喉咙，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口罩要戴好。哦，回去不要感冒，好冷哦。谢谢我们那个2楼的朋友哦，2楼的。感情亲像风吹袂飞，飞远无的吹。冷冷的风来讲情话，真情的伊才会收回。一阵风，一阵风，风吹人甲人孤孤。我的心可比风吹遐艰苦，风吹过，风吹飞，行你袂走，无人来陪。有情深深，永远藏心内底。放你飞，放风吹，放你飞去无后悔。我的饮酒一杯，放在心肝底。咱的感情哪会一去不回？放你飞，放风吹，放你飞去无后悔。我会想你永远藏在心肝底。放你飞，你紧飞，天边海角无在猜。咱的感情哪会一去不回？事情都放风吹，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在这里的玉林掌声好不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新年快乐！我是圣诞老公公送上了圣诞礼物，谢谢。刚刚的歌词很好听，有没有感受到一种温暖的感觉？
觉。我跟你讲，我很久很久之前就跟傅凯在我们10年前的时候一起上过通告。对，而且那时候就10年前，那个时候傅凯是不是跟我一样还在留着迷弟？啊，不是，只有我了，还在吃迷。开玩笑，开玩笑，我真的是开玩笑。对，我们都还很小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呢，我就知道因为傅凯很会唱歌，而且那时候我如果没记错，我们应该是去宜兰的礁溪泡温泉。对，我们去出外景。对，那时候主持人好像还是号角响起。对，哎，真的，哇，这样子10年如一日，没关系啊，你没变，我们也没变。但是我们今年才27岁，27岁，永远的27岁，没有了，我26.5。可以，我27，我27。哥哥啊，不是啦，但是我们要说的是，真的是呢，虽然10年才见这么一次，但是傅凯已经就是成长到了非常，已经是远远超过大家的想象了吧？你当年有想过今年的这个金曲歌王？谢谢。小巨蛋。我只是想让他们热一下，因为我怕他们那个不动的话会凉。因为重点对我来讲呢，能走到去小巨蛋或者是在金曲奖的殿堂上领这一座奖，都是有这些粉丝们的帮忙。谢谢你们。所以刚才那个小宝，对，你喜欢最爱。真的是不得了，真的哇塞！我觉得真的很棒。但是我知道呢，就是傅凯其实就是台语歌唱得好，但是日文歌其实听说也是蛮有2把刷子，对不对？少し，好吧，把你的影响开始好像呢学了一点，结果后来是说每一张专辑都要日文歌，大家想听吗？要，所以这个，因为在18年吧，还是19年，我忘了。对，我一张专辑，对，当时呢就有收录那个我们日本很也是殿堂级的歌手，这一位前辈叫做西城秀树。哇，这个应该是不是你爸爸逼你的？你说？没有，是我自己喜欢的，而且你知道为什么？真的假的？真的，是我自己喜欢的。才27岁，你怎么会知道？好，不好意思。好了啦，我们35了啦，麦克够啊。好了，不要说，我们今天27，今天27。那重点为什么我会喜欢那个西城秀树的原因，是因为卡通的这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樱桃小丸子，他姐姐就是很喜欢西城秀树。对。那时候我就去查，想说西城秀树到底是谁？结果去查了之后，才发现他有很多很动感的歌，而且在当时呢，风靡了全日本的每一位女性朋友呢，从0岁到99岁，爱他爱到不行哦。所以现在你也是想要变成西城秀，从0岁到99岁都爱我们傅凯是吗？我还跟你讲，我这演唱会还真的有那个从还在肚子里的妈妈带的，到那个负1岁，到101岁的阿嬷。你来看我的演唱会，对。真的不只是吃奶冲手，连负0岁的你都不放过，你那刚丢。没法度啦。没法度，现在连我们的那个日本妹妹，因为我们其实今天虽然有一点可惜，怎么了？就是很多日本的朋友没办法来现场。我们好想要去，好想去哦。有发了我脸书跟我 IG 就知道，我最近都一直拿以前的那个日本的那个照片在看。我有看到，我想说现在这个要么就是晒照，要么就是真的太想去了。你知道我们这边刚好有个任意门。直接过去，虽然不是樱桃小丸子，是哆啦 A 梦的，但是这边是可以就直接穿越到日本的感觉。好了，不唱了，我们是过去喽。没有了，不行，很重要。对，那接下来我想说，就唱一下日本歌好了。对，因为我其实在外面的活动很少唱日本歌。对，真的很难有机会。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算是请求嘛，我想要帮现场的各位朋友。可以要求一个小小的圣诞礼物吗？什么圣诞礼物？可以跟他们一起拍张照。没问题啊。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吗？可以。你们愿意跟傅凯一起拍一张圣诞节的一张纪念照吗？我刚刚说，虽然他跟我一样边缘人没人约，但是心爱的人在这里，跟他拍张照，只是刚刚好而已，可以吗？大家可以露出脸就露。如果呢想要就是遵守防疫规则的话，其实也可以，因为我们现在是拍照的时候可以拿下来，所以现在算是可以。所以看大家愿不愿意啦。他们还是很关，希望就是防疫做到最完美，真的。防疫国泰是我们傅凯的那个，谢谢。而且我刚才你知道吗？你在上面唱歌的时候，我在旁边尖叫，然后经纪人姐姐想说这个主持人怎么了？来哦。来看一下我们这边，来3、2、1，耶！大家一起。波波，忘了拿麦克风，波波一下，来3、2、1，耶 ！OK。
好，谢谢。好，所以很难得的日文歌，要不要稍微介绍一下？那我就来唱这个，也是收录在我最新的那个作品里头的一首日文歌，向山口百惠致敬的歌曲。向こう側。嗨，どうぞ，热烈掌声给我们福凯。好久不见。季節ごとに咲く一輪の花に無限の命知らせてくれたのもあなたでした。 Love song for you Love song for you 約束なしのお別れです。Love song for you, love song for you 今度はいつも言えません。あなたの燃える手、あなたの口づけすべてをきっと私忘れません。星の姿見ないでください。Thank you for your kindness. Thank you for your tenderness. Thank you for your smile. Thank you for your love. Thank you for your everything. さよならの代わりに。谢谢你们。在台湾唱日本歌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事情。 如果你们觉得我日文歌唱得不错，也给我点尖叫声加掌声，谢谢。眠れないほど思い惑う日々、熱い子供まで支えてくれたのはあなたでした。時として一人 口ぐそうに心に夢を叶えてくれたのもあなたでした。Love song for you, Love song for you 涙を隠しお別れです。Love song for you Song for you いつものようにさりげなくあなたが呼びかけあなたの傘にあなたの優しさあなたのすべてを 忘れません。星の姿見ないで行きます。Thank you for your kindness. Thank you for your tenderness. Thank you for your smile. Thank you for your love. Thank you for your everything. さよならの代わりに
接下来呢，我要唱这一首歌呢，就是刚刚有提到的西城秀树的歌。那这一首歌有4个动作，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做，好不好？来，我不用讲了，你应该都知道了。第1个动作，第2个动作，第3个动作，要比对。C 啊，这边对，来 A 啊，随便啊都可以啦。YMCA 送给大家，你们开心就好。那等一下再嗨一点好不好？再嗨一点。我们把这个地方呢，当做台北小巨蛋，当做东京巨蛋好了，好不好？来啊！啊，身体要热一下，对不对？动起来，嗨！哪躲啦 ？1 2。后面哦，我们把这边当摇滚区。やめ、さあ勝ち上がれよやめ、今飛び出そうぜやめ、もう悩むことはないんだからやめ。ほら見えるだろうやめ、君の行く先にやめ、楽しめることがあるんだから。準備好了ね，双手举起来啊！素晴らしい YMCA憂鬱など吹き飛ばして君も元気出せよ、そうさ YMCA 若いうちはやりたいこと何でもできるのさ。やめ聞こえているかいやめ、俺の言うことはやめ、プライドを捨ててすぐに行こうぜやめ、夢があるならばやめ、戸惑うことなどやめないはずじゃないか、俺の言うこと来了，当成见我素晴らしい YMCA 后面朋友很嗨耶 YMCA 憂鬱など吹き飛ばして君も元気出せよ、そうさ YMCA 若いうちはやりたいこと何でもできるのさ。やめ青春の日々はやめ、二度と来ないからやめ、思い出になると思わないかやめ、ほら両手あげてやめ、足踏み鳴らしてやめ、今思うことをやってゆこう。一起唱哦，素晴らしい。再大声一点憂鬱など吹き飛ばして君も元気出せよ、そうさ好棒！若いうちはやりたいこと何でもできるのさ。当我喊歪的时候 ，Y N C A Y N C A 1 2 3 YMCA 憂鬱など吹き飛ばして君も元気出せよ、そうさ YMCA
大家呢整个热了起来，但是让大家稍微休息一下，因为待会呢在2点50分的时候呢，将会有下一场演出，刚好呢是今天的主持人，刚好呢也是今天发行了我的